猜错的话，这剑阵也是为我准备的吧？你是想将我射成刺猬吗？吃饭了。 我要水。那不有喝的水吗？我要洗漱。还洗漱？你一个战俘，有你吃有你喝就不错了，还想洗漱？我不洗漱就没办法吃东西，不吃东西我就饿死了。到时候，你怎么跟你们王交代？等着。哎，穷将军。 起火了！起火了！快打水呀！起火了！此人脚下多端，要不要过去看看？在外面等着。快来人！只要方海生一出来，直接射杀。起火了！方海生，别跑！保护我！班长。 这方海是纵火越狱，不可轻饶。这弓箭手准备的真是齐全呀！要不是听到你们王的声音，我都根本不敢出来。努尔丹，这一大早的，你带这么多弓箭手过来干什么？我是担心他越狱，所以带他们过来看看。没想到，正好碰上了。那你还真是未卜先知啊！不如你再算算，是谁今日在我的饭里下毒？ 又是谁故意将那牢房的锁头弄松，挑唆我逃狱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剑阵也是为我准备的吧？你是想将我射成刺猬吗？鲁尔丹，你好威风啊！若非我将计就计，要了盆水打湿了兽皮，又将火盆踢翻，我也就死在里面了。到时候死无对证，这个中的曲折又找谁去说？血口泼人！你的意思是我冤枉你？ 好啊，这个饼是你送来的吧？不如你帮我吃下去啊！